생이 정하이 러러는 컨댕이 팅팅항 컨댕 너의 루미 한유갱허게 펑긴 쓰경 쓰서 타이가 먹긴긴 건항도미 친激多山川變太開，人生路總愛天天行。看清激多山川變太開，人生路總愛天天行。人生路總愛。人生路總愛天天行，天天行，天天行。天天行，人生的路天天行，唔过嚟夹夹打开天师，夹夹来看。欢迎收看今日的福喜来咧，我系这位按到10以来啊，介绍当代的音乐人、创作人，佢哋嘅音樂、佢哋人生嘅故事，還有創作嘅故事，由哪條做得感動你，由哪條做得寫到你咧？今日啲新朋友啊，我哋當歡喜天擺看到佢。分享禮拜原創音樂大賽3獎嘅得主邱禮書、邱禮書。大家好，我是邱禮書。別緊張，別緊張，那不拿吉他了就緊張了，對不對？邱禮書當後生嗬，幾多歲啊24。24歲哦，哦，咁畢業幾久？2年。2年天天哦，啊，真恭喜你哈，得到3獎，聽講你有愛好很多3獎嘅。MD 啊，這事情 MD。哎，唔講到安尼，我做唔講啊，一開始就唔講按到客家話，你都聽得識。聽得識。你會講？當然，係啊，當難得咧，真係當難得。哎，很難得。為什麼？因為對當代後生人來講啊，像安尼年紀嘅，當代人都唔會講嘅，唔會談，唔會講，甚至唔會談。我做得談，唔做得談。講愛親娘啦。哦，親娘啦嚇。成幾歲客家人唱幾首歌曲做一禮拜得獎嘅作品嘛，很多天天行，天天行你寫嘛該？是到也就係送本藝設計嘅。哎呦，用蠻講。不過因為我畢業2年多，今年本來愛做一出台戲，1年嘅時間。不過因為種種事情，先延期了嘛，我辭業，就還沒開始，我就對，所以一開始冇乜個條路做，冇乜個時候做，我就當就也沒有第二種用角色，然後想愛做戲，冇機會，嗰時候我就有點鬱卒。給就一點就不開心了嘛，對不對？就是知道就是要就是其實有機會，對，轉成國語是可以的，可以的，就是有機會其實都有，就是自己也爭取到演出的機會，但是就是考慮到生活跟生存這件事情，我就是現實啦，對現實的東西，所以就是必須辭去，然後就去做打工，就是那個階段必須要先打工為生，先養活自己嘛，對。對不對？我覺得這很重要。我們常常說面包與愛情，或者是任何的時候，其實要有這些基礎的東西，你才可以去實現自己的理想。錢是那時候的生活的安全感。對。古時候講，給糧食可能算是你人生中的這個低潮，對不對？然後就投入音樂的創作。你不能學個黑馬街啊？學打鼓。學打鼓，要我第一我想起來，要會打鼓，要唱歌，要會寫，要會演。真嘅冇簡單的哈，所以你學的是戲劇，對，大學念戲劇系，戲劇系，然後畢業2年，然後第一次參加原創比賽嘛，哦，鐵擺出得獎哦，鐵擺下歌，鐵擺下歌，客家歌，
来欠死东东。你喺那边客家？苗栗。苗栗哦，苗栗算客家的太重的吼。古所讲 ，DKV 有当好的环境，当好的机会。既然这两时下个，你去转去木卡也喺啲。哦，喺都去个台北嘅木，就是上网看，哎，有比赛，很想吃看啊，吃看啊，真嘅，因为某事情做啊。系啊，你如果下几球，做得讲，做得啦，做得又做唔得，都得奖的。哎，不要跟我讲2分钟，我要生气。截止日期给你一下，给。唔讲，我有做功课啊，就是下次要件事情懂。你唔是讲，因为啊有常是下个的创国咩系天分，有常是天分嘛。天分，因为天分当然还是一个大标，有可能你本身就是有客家的血统的，所以你知道有很多事情都是水到渠成。譬如讲，你本来就有这个想法，然后写好这首歌，也是告诉自己说，人生有常是天天的行，冇乜嘅唔好，错冇。下好嘅时节真紧安样。系啊，你拜根本伊安尼唱啊，这个唱两首歌叫心中的感觉有没？心中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就会分享一下首歌曲嘅感觉，係本太感。认识我啦，认识你啦，没有错，就是我没有说要写这首歌要代表我在说什么，可是可以因为这首歌让大家认识，更认识你。可能我写这个感觉是什么，你不一定要从我这边讲出来知道，就是你感觉到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故事都不同，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很多人跟你一样有的经历。也许有人可能在工作上碰到阻碍，或者念书的时候碰到一些阻碍，然后这首歌曲也是要告诉你，有时候很多事情缓一缓，没有什么不好，向前处几个爱嘛改，超嘛好。哎，出这首歌曲开始，本太甲喊人认识你，这首歌曲写出来以后。我看人哋嘛，我看人哋有客家。阿婆又來看我。阿婆，哎呦，跟有冇阿婆下歌嘅時間有冇阿婆冇？我問我媽媽，問。哦，問媽媽，歌詞啊，還有用滿唱啊，所以詞曲都是自己的嘛。因為我不太會表達，就是我會說很慢，就是因為我其實有很多詞彙，還有心中想要講，就是感性的東西有非常多，可是我不太會用理性的文字把它講出來，所以那時候像我在寫詞的時候，其實都是先從片段那種關鍵字先抓出來，所以我跟媽媽討論的時候，她可能提供了幾句話或者什麼，然後我就沒有，我想想看，那我這樣講可以嗎？對，然後因為我覺得在寫母語歌都要跟，就你唱的字跟音其實要非常的有。就不能太輕易就把它唱出來，所以我寫完以後，我就再唱一次給媽媽聽。媽媽聽，如果你聽得懂，對，那我就好，表示 OK。對，超冇。跟人家有真人吃到講，哦，這個母語真人當重要，有冇？太好張。係啊，你看你替白創作。这也是我要跟很多後生的創作人家客家朋友講，你冇感覺到啊，這沒什麼嘛，我以後再學，或者是沒關係啊，不行，你也下說也好，錯冇？跟阿婆談到，去比賽談到，你講有冇辦法講？懂唔懂？我他後來有就是比賽完了。突然打電話給我，就是他就跟我說那一天比賽的時候，其實有在台下偷偷哭，我嚇到了，因為他比賽就只是小面一天啊，比如講佢冇本來妹妹給他就低，佢會叫吼，一開始一聽係當感動，又覺得很驕傲。來有機會，你看阿婆偷打電話同講，你啊對鏡頭同阿婆講，阿婆愛上電視嘞，阿婆愛到客家電視台嘞，有沒有什麼話跟阿婆講？愛してる，哎呀，他有時候也很隱藏，你要哭了哈。沒啦。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情感是要讓對方知道的，對不對？好，那兩時發現自己會唱歌呀？我媽媽本身就是在做主持跟唱歌，苗栗，我們家是做康樂節目的哦，跟你細出耳濡目染啦，對不對？可是我其實是到國中才開始喜歡音樂這件事情，以前小學什麼都不懂，對，就是覺得，因為他可能就是跟我的生活就是在一起，對，所以我不會去特別意識到這件事情，可能像我上大學以後，大家會覺得電子花車或什麼之類很特別，可是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可是我從小日常生活的日常，對。
但就是后来出来到台北生活，也就是跟别人聊天，聊到自己家里的背景，他们都会觉得好特别哦。所以如果我要被什么影响的话，应该都是跟家里人有关。跟你乜嘅時間開始上愛唱客家歌？太好哦，太好哦！太好，你畢業2年大學開始嘛？為什麼？怎樣的機緣啊？乜嘅機緣這個？看到就是整個學校好像不多客家人，或者是會講客家話給你冇懂多，你就知道客家話懂重要，好起來。而且你會發現你講出來以後，大家會覺得哇，你會講，會覺得你很酷。可是就是覺得，可是我的嗌嘅客家話，本嗌嘅阿婆、老爸爸媽媽堂都就會講，你笨誒。對啊，冇按章出錯嘅啊！咩因為按呢關係，希望自家講了喊阿章，錯冇錯，好，就是這樣子開始他的客家歌曲的歷程，佢係有歷史。等下轉來再來看，佢喜歡湯馬莎嘅歌曲，啲客家歌曲佢有得到乜嘅？莫這塊帶回來。非常歡迎來係就為今邊啊來到現場嘅，正經係客家細阿妹，一個細阿妹邱麗樹。大家好，我係邱麗樹。冇見咗，有客邊輕鬆啲嘅冇？有啦，一系列哈，剛才已經講到過，你太好開始出上來。覺得客家話很重要，然後就開始聽一些客家歌。你還記得你第一次聽到誰的客家歌？除了媽媽爸爸以外。你怎麼知道我想講客家歌？哎呀，我一聽點來講嘛，除了爸爸媽媽以外，一定要趕快先講。可以先講，就是搖滾的部分的話，可能是神棍。哦，神棍樂團，超。然後後來。我大4在做一個戲的巡演的時候，因為我是在那出戲做音樂設計跟現場表演，然後那段時間可以隨便唱歌給觀眾入場的時候聽，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要唱客家歌，就有聽到謝宇威老師的《法蘇哈》，法蘇哈，對，哇，然後後來陸陸續續就有聽那個溫穎長 Misa， 對，可是聽他們的歌其實都是不是說刻意去 Google 或者什麼，就是可能聽到一首歌就把那首歌的旋律記起來，然後我就會去 cover 他們的歌來唱。那你這是天分呢，光講沒有用，應該要唱一下。這對嗎？再唱一段嗎？青菜來唱嘛啥？來，好，我也想一下。好來啊，這個是隨堂考。來，這邊的節目雖然不會，其實簡單就可以，你哼哼唱唱都可以，好不好？這是我臨時出的考題啊，我試試看。好來，等一下。生意湯嘅國家，本了父子。馬登天用嘅色，係很舒服嘅自由。熱天，南風，不用從前嘅，愛愛強鬆啲，唔講唔怕。講唔怕，煩的戲，上下颱風，唔驚險的無路，上下點風，有掛心愛我跌落，愛講唔怕。永不愛戲，愛講唔怕，記得路路好貴，颱風嘅世界，颱風高比，颱風嘅世界，颱風嘅世界。
我不太知道从哪里卡。可以，这样就很好了。我舍不得卡你啊，因为我觉得很好听。再剪掉就好了。你为什么特别喜欢特别喜欢这首歌？你突然想，它好像是某出戏的主题曲吗？还是什么的？然后对，来吉他放下啊。其实就是 YouTube 可能你在点的时候会出现旁边那些广告什么，就是真的就是不小心听到。所以我听歌是靠缘分了。对，靠缘分之外，我觉得也靠天分，对不对？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有些人不见得听了一两遍就能够唱，或是听几遍就能唱，对不对？那我转到你特殊给你的本科系了，你的本能。就是演戏，你是台艺大的同学吗？台北艺术大学在关渡。哇，好，所以你主修就是戏剧表演，我们有分表演组、导演组。哦，你是表演组。对。我记得有一部戏剧叫做《云黑马街色》哦，你喺算你啲客家天师的头一部吗？算是客家嘅戏剧踢一部嘛，哈，舞台剧的形式，这里面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家是一个小家族、小家庭，然后我是演，就是我有个弟弟，我是姐姐，我们没有名字，我就是姐姐。姐姐，对，然后演一个姐姐的角色。对，可是我们这个家很怪，就是他可能是2030嘛，还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年，就很未来性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核爆或之类，环境都变得很糟。然后我们在家其实就是有很多小孩子的责任，可能就是要负责繁衍后代。是。但我们家又有一些乱伦，就是我的角色可能跟我的爸爸或者是外来者散沟都会有一些暧昧的情绪。哇，这个是很挑战的耶，因为对一个刚毕业的女生来讲，这样的一个角色非常非常的挑战你在戏剧上的演出。好，那看一团好吗？看一团你来演成。好。你来，你请好给小叔家好，阿爸要片有鬼头的，来，你来。不是，哪本来去好嘞？你来怎讲啊？我同娘咪休上个时节吼，请好去给小叔家给土地行了呢。几时啊？我就讲国家按照日本，给片有动到文钱哦。我同娘咪吼。是，我顶下就会在日本本就搞出来嘅。古时候人生活吼都有那种文情味啊。人家明明就是战争留下来个流亡命啊。没想到日本冇本血摊炸铁，是因为血摊带来嘅铁桶程度坏带啊！俺鸦片还有动到日本嘅相片先。继续同世界贸易佬人开紧做汉啊，本来啦。阿爸，要不然唔会再讲。唔会再去，要不会再不去啦。假使吼，老阿妈中庸有知道比种吼，想要还给翻。你搞死个宽你！走。不是走，那么他妈的，就算这个超久，我也搞会弟弟了。哦，不过你露台去。我老给讲好些来。哎，你好，哪里还有睇嘅阿妹，真唔会动态啊？其实吼，阿爸咪唔会反应。哦，你就欠下炸弹嘅人，咩冇吃到吃解會反應啊！按侬一個眼神，本應上嘅熱出來，應用為按我做，你上到最會判，唔像你嘅數字講，本應上嘅讀下來，應用為按垃圾，你真嘅上嘅做，攏係做開表眼一擺，美好，你做對是題目。爸，也唔會按定下，你用做得按出響，天公會困你講會打，你用係好好企到呀，攏係做快表眼一擺，美好，你做得是題目，做題目。愛有問題，愛問意，也是嘅那。會幹什麼？走馬也是個古古怪怪，
哇，云黑马该说哦，你还今年的戏剧的演出嘛？马该时间啊9月底的时？9月底哦，东群呢？东群候，啊，应该喺本下当然看到吼，真嘅老无共样咧，伊算係音樂戲劇吼。音樂嘅劇場。係啊，劇場嘛，唱嘛，又有嘻哈又唱歌，那之後音樂啲嘢身體裡邊都佔動態嘅部分呢，吼。你也就去啲嘅排練嘅時間做埋個功課，要做埋功課。應該做當多功課。初期因为这文本其实是我们即兴出来，然后就是导演有先设定好一些角色的路线可能要怎么走，但是会请演员先用客家话去对词，然后即兴出来。是。我觉得这应该是工作期最让我比较焦虑一点。对，因为要即兴是一回事，要用中文转成客家话去讲台词又是另一回事。然后再加上你还得要跟你的对戏的人有一些火花出现，对，特别是客语的部分，对不对？可是后来比较自在，是因为导演后来把文本全部就先写好，就变固定了。对，我们就有词可以去工作，然后我们前期就是工作语言部分也工作很久，然后才进入排练拉走位什么的。哦，所以那时候演出了多长？有几场那时候？4场。哇，4场，有没有机会再看到呢？希望。真的希望哈，我等一下再来看看，你属第2集戏第几度呢？有乜个神奇的事情？不要走开，我们再回来。刚讲到嘅戲吼，戲劇，第幾度除咗你這個之外導演之外，有沒有你熟悉的人跟你一起合作在這部戲裡面？所有的人，班演我弟弟的那個學長是我之前就有合作過，他是我導演。然後其他演員就是學長，或者是像佩叔，就是我本來有機會跟他合作，可是是在這一出戲才真正開始。對，所以就是幾乎都是第一次。第一次嘛，對。有沒有好玩的事？因為第一次很不熟悉，像剛剛你看到個樣片，禮拜度，周你爸爸哈。哦，还得要跟你近距離這樣子，然後你要演一個那個情緒波動是很大的，然後那個角色是很顛覆的，或者是很變態的，那個怎麼辦？你怎麼？一開始其實以演員還沒有用角色在工作的話，其實是會怕，因為我其實蠻怕生的，是對，所以。就是自己會知道工作的時候不能怕，就是還是盡量。可是會自己其實有感覺到，就是初期排練的時候跟浩翔，就是我會有點小心翼翼，就我不太敢，就是交流歸交流，但是就還是有距離。對，會有距離。可是可能不會，然後進場之後就拉走位，或者是整個道具或是劇場所有東西都到位之後，其實就會把前期那些顧慮或者小心翼翼的東西，其實就它自然而然，然後也加上認識比較久了，對，所以就會。你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就會有更多的細節出現，包括可能像剛剛有一個片段，就是他把我壓制在那邊。那其實以前都會覺得就是動作到了或者是怎麼，可是這是他講的，他覺得我爸爸媽媽來看的那一場我演的最賣力，可是其實不是，就是演舞台劇蠻妙，就是你會一場比一場還要對我來講會更深入的去了解角色，或者是反正就是你在演的那個當下，其實會有更多細節出現，所以我在被那個爸爸這樣子壓制或者什麼時候，那有些動作或者是一些內心的感受，其實都會在當下就是會有更多去反應不同的東西出現，然後尤其是內心散發出來的，對不對？哦，我當希望你嘅戲劇哦，做得有機會這個來假演。希望。不過講到裡邊啊，如果講到一開始講唱歌嘅，講音樂，講到戲劇做戲嘛，唱歌演戲，我還是得要問你一下，你有冇特別喜歡的？這兩個，如果一定要選擇一個的話，我兩個其實不能講貪心，但是我都喜歡，而且不太一樣。是音樂其實可以先由自己來，我自己個人也可以。可是周戲就要靠緣分。對，有時候哈，因為其實很多人可能問我說，為什麼我不去 audition，為什麼？可是老實說，對我來講。誠信原則是一個，就是如果我今天接了一個 case，就是你要專心的為那個 case 全心的付出。我不可能因為別的是大的團或者是什麼，因為他時間不巧就是不巧，所以就是緣分。然後 audition 時間剛好就是撞在我那些工作期，所以我就可能沒有辦法去做那些，比如說像演完《雲黑馬該斯》的時候，大家說你可以去演音樂劇啊，為什麼沒有去幹嘛幹嘛？我說
可是那也要有机缘啊。对啊，比如说 audition， 我不是不去，我很想去，可是我在另外一个工作，即使它不是演员的工作，我还是必须去完成它。对，所以就是靠缘分，就是演戏这件事情。所以你身份还有当多啊，就像做戏啦、唱歌的韩语人乐团，很多百合花，超好。哇，两乐团几久诶？我2014加入。2014百合花主唱佢喺好容易。嘿，佢。我據說講了解音樂團一開始，應該講佢本身就係寫好樂歌嘅。哦，既然啲地擺度應該當到角色咯，又會唱，又會寫，又會打鼓，又會彈吉他。寫歌主要係主唱一個寫，應該就愛唱和聲的部分，邊打鼓然後唱歌。哦，到了下你起碼有2年的時間啊，你2年的時間，聽連百合花樂團應該學到一道東西咯。所以你係演出咩記得嗎？係唔加唱嘅歌曲？有那個百合花嘅一首客家歌曲，應該就有2首歌曲係客家嘅，一首就用嚟做戲。到了下按到身份，算起來唔係當後生嘛吼。我看你對你行列圖。譬如講自由的表演工作者啊，有沒有特別的意見？因為特別係爸爸媽媽咪係做得好嘅嘛，吼，啲沒有你按有名，你自家點樣辦看你哋身份啊工作咧？第一年還唔可以講乜嘅，第一年因為我這個 case 冇錢，冇錢到冇錢，冇乜錢，冇乜嘅錢咪，人情嘅掉，其他就談到就會講，按用做乜嘅，我會繼續做也好。講唔吼，又是冇報啦吼，又冇。喺我去考警察，真嘅，我要去報名。真嘅要考到喎？冇去考。哦啊！嘅我講嘅係吼，當到爸爸媽媽都強要，你煩惱嘅唔係講愛責備你啊，或者是給你壓力，而是說希望講人自家嘅子女做得生活好，較穩定的。特別爸爸媽媽，因為他們走這一行嘛，你知道。再怎麼樣有名，也是辛苦過來。他們知道這一行的不確定跟不穩定太大了。而且他們會說，現在時代不同，你怎麼可以覺得你可能這樣子？跟你用辦公，爸爸媽媽給同哦。我冇面對面那種講。來，應該說今年因為這個比賽的關係，他們比較可以知道哦，原來我的女兒現在在幹嘛。那而且有一點點成績。對他們來講，這就是成績的，就是要給他們看到，可能就是這些。可是至於我剛剛也有在想，《慢慢行》這首歌，其實寫給我自己，是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步調很慢，但我就是因為知道自己在幹嘛，所以如果你會覺得因為遇到一些家人或是朋友問的一些問題而沮喪的話，盡可能不要再被影響，是，對啊，因為這些東西，成績或是成就那些東西，就是標籤。對我來講，你自己知道你在做什麼，那你不要讓人家擔心。還有一種誒，這位個愛容易分享的迄個，出聽自家講自家做嘛該自家啲，因為一聽愛容不看人講。你倆爹走嘛該，就是因為其實有很多的狀況是這樣子的，因為就是因為爸爸媽媽跟家人不知道你在做什麼，所以他們反而更擔心。然後你越不講，他們就越害怕。哎，到底我女兒倆爹走嘛？我會面對面按樣講，我會 line，要 line 拍照，我會問嘛該這樣回答。跟你倆得獎的啊，有一點小小的成績，演戲也好啊。然後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話想要借這個機會跟爸爸媽媽講？有嗎？可以啦。哎，這也是這哲偉的考題之一。來，對人講條講一下。我用國語沒關係。可以。就是我知道我在幹什麼，然後就你們擔心的東西，我自己其實也會擔心，所以就希望不要你們是，就希望你們不會是在用責備啊，或者是一直逼問我很多我都思考過的事情，我會盡量去做出來給你們看到嗎？可以這樣講嗎？就是反正不要擔心，就是經濟或什麼那些都不要擔心。對，因為我會覺得就是都畢業了，所以我會靠自己。所以你們要擔心的話，就是那種什麼生命安全，那是最基本的。就那其他的就是我自己來，所以就是我不會講。可以，很好，很好。就創業就很爸爸媽媽沒煩，沒炒飯。對，你會好好的照顧自己，然後我會努力按照你的步調做出你自己的成績。按你抄嘛啊？那我也很想知道，現在有了一個初步的成績，你殺下來了有乜鬼法嗎？
特别想要做的事情，来讲，我接下来有什么样近期的计划？其实，在做剧场的表演之外，我也有做剧场音乐设计。可是老实说，做剧场音乐设计，我的工作的感觉比较像是在做演员的排练的感觉。我做的大部分是现场乐，自己一个人上去唱歌或是弹吉他那种音乐性的东西。所以，可是经验过剧场音乐设计，或者是表演，或者是说做乐团单纯的音乐的东西的时候，我现在就会觉得。关于接 case 的方面，我还是希望自己可以以演员的方式去加练习，因为能碰到演戏这件事情的机会真的不多。对于我觉得那些都是对于你之后未来任何一些想要做的想法或梦想的一些养分。对，都是深植在心里，让它慢慢的去茁壮，不要就像给它狗 Q， 慢慢好。对，但不是说因为这样，所以就完全不去接那些 case， 对，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觉得那我的比例可能会让他的时间比较否有机会的话，当然是给演戏比较多。对。给我还问哦。有几飞龙爸爸妈妈用妈妈供他下狗啊？太凶呀！其实周董，你们看像曾仲伟很懂得，就是妈妈，因为妈妈毕竟她的历练也比较多，有时候我们也必须要靠妈妈的一些文字也好，或她的经验也好，跟妈妈一起创作，我觉得是个很好的方法，好不好？很期待。那谢谢你数来了位，我也希望你喺新的开始，能把你喊他接看动，在下届个领域里面有更多更好的成绩。好，有喊来了哦，好不好？谢谢丽叔。当到生意呢哦，都爱爸爸妈妈的鼓励，唔咩责备他多。有陣時做爸爸媽媽嘅咩學習哦。好咧，講咗咁多，運通一下，莫走開。運通以前要加入我們的福氣來了臉書粉絲專頁啊，我們待會見。